妹妹，走。妹妹，怎么样？慢点，妹妹，醒醒，醒醒啊！妹妹，妹妹，我来。还没醒，醒了，妹妹，妹妹，怎么样？脉象正常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冉冉，你没事吧？快回家找二哥。走。多亏公子出手相救，在此谢过。公子请尽快换下湿衣，保重身体。你们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爹娘都已经……哎，慢点，妹妹怎么了？妹妹怎么了？表姐，冉冉落水了。落水？冉冉，爹娘，儿子无能，让妹妹受伤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舅舅舅母，我和冉冉坐在船上聊天，结果冉冉没坐稳，掉进河里了，没拉住她，都是我的错。天儿和你没关系，无需自责。两个大男人在那儿，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。初儿，冉冉怎么样？掉进河里，呛了水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些发烧，受了一些风寒。从今天开始，谁也不许带她出去。你们给我轮流看着她，好好看着。是。我知道了，舅母。二公子，真的是二公子吗？是我，福伯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，快进去吧。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秦老回府，父亲安好。起来吧。3年在外，身体可还好？孩儿不孝，3年未归，让父亲担心了。你可知道，为父这次召你回京，所为何事？孩儿知道，孩儿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劝父亲退了这门婚事。你说什么？哥哥血仇未报，魔教1天不铲除，孩儿就不能安心成亲。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，我与苏丞相在皇上面前定的这门亲事，这婚你非结不可。孩儿恳请父亲收回成命。这事儿
没得商量。你连日赶路也累了，早点歇息。过2天就跟我去丞相府拜见丞相大人。哼！月影，月影，不许忘了我，不要忘了我，你是谁？不要。日轩，你这不孝子，3年不回家，一回来就想气死我呀！父亲，您听我说，我搜索边疆3年，已经追查到当年杀害哥哥的凶手，是魔教的右护法日轩。魔教教徒神出鬼没，杀人如麻，手段惨绝人寰，更甚者还能操纵人的心智。3年你都没能抓住凶手，光凭你一人，怎么能把魔教一网打尽？孩儿恳请父亲再给我2年时间，我一定会手刃日轩。住口！不要再胡言乱语。为父不会再放你回边疆，让你终日陷入危险之中。父亲，来人呐，在，把他拖走。父亲，父亲。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我丞相。就真的大病您稍等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越走越荒凉啊？我好吃的包子呢？哎，站住！啊？这位道长，
这位道长，醒醒吧，睡在这里不安全。哎，你是谁呀？这位道长，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我是要，哎，我是要来干什么来着？不想了，还是让我睡会儿吧。哎，这位道长，别睡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万一野兽出没怎么办啊？那这个给你，是我哥哥做的，可好吃了。你吃完有力气了，就赶紧上路吧。好，谢谢。不许再睡了。施主，有缘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慢走。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请等一下。姑娘，不知喊住在